好食哈！今本日呢，你嘅阿兵哥教人哋乜嘅好食嘅食材，看起來應該係食材。係啊，見落嚟即係用咧雞肉，你話我做雞肉嘛，啲啊，嗰啲咪做咧，但是咧跳幾啲，用雞髀嘅。哦，也真係香嘅。因為你所有嘅內邊啊，用嘅香菇肉，煮出哦，哈，下功夫哦，用雞髀嚟做。嗰個皮切嘅，就出來，你做唔得樣，啲雞髀較貴呢，假使啲雞髀煮到像香菇肉，咁就一甜味啦，一甜味，要用呢個雞髀，所以真係好。我看當場一件單用嘅，有時用來準備，天數嘛該唔是啊，唔是哈，係啊，好，那我這一集就當花瓶咯。我亞洲花瓶哦，做得啦，是做唔得咧，亞洲嘛該咩啊？做個青花瓷嗰種古董花瓶，做嘛切下來咯？哎呦，他每人家出來表現呢，就係每一皮嘅。佢本佢是咧肉就斜咁樣。按到。錯哦，唔家問要老太家介紹，人家出菜名係嘛㗎？因為香草脆雞佐金桔沙沙醬。哈，我真想講，唔家人講香草脆雞，我真想講，好彩基本嘅名係冇當錯，結果佢還有一個佐。香草脆雞佐金桔沙沙醬。還有做一隻醬。迄咩食材？雞醬，用雞醬啦要。你嘅客家嘅元素都要記住哈。迄咩所有嘅食材名嘅就要用當場。係啊，當場。越長就表示要出菜越澎湃，還有越好食。叫老嘅菜哦，講個當清楚嘅，主材料係乜㗎？要配乜㗎醬？佢全部講寫出來樣嘢啦。就當肉食啦。像啲下講嘅香草脆雞，一天超有香草。有脆雞，好唔好？然後做金桔沙沙醬，古時候聽說有一醬，全部就都要地度，也不用地度，係嘛？梗要不用。脆雞嘅意思就係要不用粉，不用粉，攞去炸，即係先攞去滷一下，用到啲蒜頭，用蒜頭，蒜頭攞去切到幼幼嘅，切到像麻辣樣。再講個香草嘅，我哋啲意式嘅種咧意大利香料，綜合香料，也係意式綜合香料。可能太監唔是迄上東樣嘅吼，有。是咧。就像哎呀，什麼？意大利香料，還有啲白蘭地，啲係白蘭地哦，啲係酒哦，啲酒啊，白蘭地。用其他嘅酒做得嘛？做得，但是冇咁香啦。伊啲黃酒咧種嘅啊，味道好香。假使用花雕做得嘛？花雕咩當？但是佢嘅味道可能會啊香衝，會好衝啲哦，我下衝嘅用係雙開菜。係啦。叫啊！叫。佢也除咗冇啊，是下邊嘅用嘅調味。係做唔得用，你看啱啲用破嘅，破嘅，會糊睇。古說也好嘅哈，也唔是。好咧。你看係做嘅醬，係用到。係。我咧做咧沙沙醬，一小個半咧雞肉嗬，也係起見。先俾滷一下。所以我做醬嘅哈，再嚟切啲蔥頭。切蔥頭。我用乜嘅嚟？係，而家這樣子做的咧，直接切啲啲啦咧。切一細就做得了。我知道啊，你西式嘅料理你都要切蔥葉嘅，佢用嘅材料啊，我知道有3樣，一種嘅時候就係。蔥頭，嗰還有松露皮咧，嗰還有睇一個芹菜，一3樣東西啊，就都在編發出咁樣嘅西洋式嘅菜嘅意思。係啊，佢啲三樣菜哦，而家啲蔥頭都係用嘅東西。當汁用啊，不管偏乜嘅菜做當汁用咯，唔見咁樣嘅做嘅乜嘅高湯。
地做痛，但就穿不穿来表了上哦，一天烧唔得对啊，啦，哎，超对。个故意尬死尬死，看到唔一样用煮，他讲无看到现场就会吃到讲俺也是饭爽，因为他可是就有个米线就出来，可是就上个屯头来水，讲话就讲唔清楚。睇到咧酒妹子冻掉咧。假使你观众朋友啊，都不卡，讲对做料理有兴趣啊，知道看来你的节目有嘅好处，就做得老人就会给主厨来学习，因为都不卡嘅妈妈太子啊，全部做嘅料理，唔会客家菜啊，就系你嘅中式嘅料理，对你嘅西洋嘅料理有兴趣啊，真要看你的节目，就做得好多动作。系啊，你系咪做？其实佢係講我下嘅葱頭就係用結醬，一般像拿嚟結醬，是專門山菜牛，今天拿來做醬。結醬佢哋係沙拉醬。也真係要啦，客家結合冇迄個正統嘅西洋嘅沙沙醬，我用緊用嘅香吉士。係啊，橙汁未做得啦，柳橙汁咧未做得做。其實應該想講，其實用結醬是做得咧啊，其實酸甜。日本嘢做一醬嘅材料，青菜市場上就買嘢多嘅。係啊，是咧蔥頭啦，香菜，其實上係用到酸條米未做得啦，酸條米未做得倒掉落去。佢用芡菜做得冇？未做得啦，我之前真未做得。好，你醬香攪熟咧，而且好酸嘅結醬是比較多啲樣嘅，係好。咧咧雞肉係下到咧粉，變到咧麵粉，然後咧酥炸粉。要酥炸粉。係酥炸粉。做嘛用2種咯？呢啲麵粉上去泡冇顏色，變到咧酥炸粉，泡咗好清。是1比1做的啦，做到黏黏的。加本來較熱哎呀，它粉做落去以後就會較糟嘅。係啊，好糟的。我今日你天天是條粉，等下係變到水。變到水，我驚佢嘅粉啊，我高到佢啊。佢係用搞啲腳啊，唔是烤卵。唔是，應該已經係用嘅雞髀牛，係用雞髀牛。你講烤卵咪做得老嘅粉啊，做得下老嘅雞肉附着力會好。未做得啦。叫等下子來有少咧，喺做啲來泡。食佢下嘅。吃看那油。有拉沙麼？係下是鋪以來凍燒咧。也就做玫瑰海滴落去嗬。係啊，咧是天一地，不下冰落去，全部係硬強下。都不卡切夾泡，即係咩下安心。係啊，自家用埋個油來泡，自家困喺度，泡出來一天生嘅一天到佢是長。冇佢變好啊佢見講乜嘅攞杯買菜啊，就去買。香雞排啊，了對。係啊，你就妹講說以為將香雞排就冇咩講。咩咁好啦？呢個嗰啲摸自家看到啦，自家看到就較安心，咁嘛？自家看到用埋嘅東西，現在都買雞肉，然後就買要自家啲，好安心啊！係啊，壓一包很多哦，這個都得下打包誒。其實就兩支雞髀嚟嚇，好以來凍凍。
无用鸡髀做得嘛？做得啦，做得用遐个乜解？鸡胸肉没做得啦，哦，没做得。没可能做得。炸鱼呢没做得，炸鸡乜解？鱼片呐。鱼片没做得啦。哦。你是应该做二厨冻厉害呢。系吗？哎。真去冻厉害啊。考那个二厨执照嘛。老师说，那个主厨讲，做二厨哦。很贴心的，冻厉害。莫讲你就顶喺度做个。系嘛？系哦。专业呗。我是专业二厨。普通用的状况就算好。我去可以呼吸啦，去熟的东西啊，营养素的少上去有啦，咯，破粉去讲脆鸡碎，去擦样去切啊。还像吼，都下你个木卡地度啊，较难买到的可能迄酥炸。其实了，路一般人家差不多就卖到啦，系啊，下午下馍哦，其实袂做咧面粉啊，加掉了地瓜粉，地瓜粉袂做得，诶。我说冇听错，一定用这样用的酥炸粉。诶。这样用一按开包个油啊。要泡一摆就做唔得用嘅。做得啦，其实个要泡是盖牛田，喊做咧，拿来炒出来啊，后底容易实落去炒起来，啊你用好油啊，其实啊变相都变甜啦。用多个渣？凉的其实那有变相都变甜，哦，我拿出来炒出来，做得种。哦，你迄个下多个要炒的要炸的时间，你做得拿来。做得，我炸。后尾会打爽。油台湾人讲啊，就讲铁白的油啊，炸点都冇按姜。系啊，自己炸过的用过油。嘿，铁白吼，加油吼，头当拍，系咧下冇，冇按旺。唔甲这样用的用哦，炸比按用金黄色的这样用感觉啊吼，点都迄炸铁米白的油。系啊。冇就会用到位花生油。哦，花生油没做得，而且我跳下度个盖牛直接会用到调油啦，加油讲就你点时候咧，嗰啲后家会用晒亮银着色时候咧。当到个休上个洗牙齿的啊吼，礼拜也喺讲我按只做下做这样吼，就会冻姜爱用个泡东西。系啊，这几条是冻姜讲话，你要用冻好的油。我要用这样的油会喷出来，假使个油喷出来吼，迄绿豆啊会冻通。系啊。做得老太家讲，咁样诶，真唔会喷。你喷嘅时间多诶，你下那个入厨嘅啊，这个安尼啊，这是没伦理吗？摸大姜。摸姜的啦，唔咩专业嘅唔敢出门。講一下好生磨，你應聲冇講法。凍好食啊！一行太厲害，你真係炸嘅，點啊？哦，飲咩嚟食出嚟？係啊。系啊，做得老太家讲，咁样系真唔会喷。其实啊，个地洞哦，你用个咧东西啊，喷落咧盖尿水，你看睇下嗰啲加水啊，嘟好，你看，你包个佢加到咧水，叫咧喷的时，走嘟好时候，总咧加甜到水先那一类直接会白点，哇，水海嘅直接一甜的油味。啊，也系充电哦。油水不合，不送还要炸东西啊，天窗唔好油水落去啊哈，你就是为难你自己。用白讲，水落去就会喷豆行就会变豆花脸。你看，哇，見到警察嘅，見到警察。哦，係一下去嘅門口啊，掛嘢咧排嘅。我買鹹酥雞請入內，哎呀！哇，好咯，唔都要特別髒啊！你攞好啊，其實咧炸魚咧哦，直接聞到胡椒粉就當落去咧。係啊。哦，好咧。
你做底说袂着呀，胡椒粉，哦，袂着胡椒粉，袂做底。有诶负责粉都在嘛？袂做底啦。胡椒粒应该用诶。但是去校母的时候咧，干油蛋糕，哎，哦，迄俩吼，咧摆下盘，哦，咧炸好咧干油。个也摆盘啊吼，做者老太家介绍一下用诶摆盘哦。像呀吼，按酱咧，要做得好起来哦，吼，好起来，你看主厨迄老呀，板杂的这样用诶，现在先不用到呀了吼，也板杂的按用诶，柳丁，好，然后给先，要片，挑先切开来，好，然后切一半，然后扭起来，然后再就摆到呀，哦，按用就变到一个容器，上面，变得好酱样哦，然后干油摆上去。挑什么？啊，哎，有人挑爱做的调色咯，哈，爱咩爱自家好色咯，做出个爱做的显色咯，里面爱迄金牌嘅衣橱。嗯，这是到厨房的福利呀，哎。调色咯，哈，用快的哈，无按油紫米。古时候呢，爱冲豆腐卡，妈妈炒出来时间啦。讲来买嘢，老出来倒出去了，都倒喺个中间呢，去锅场有冇？天窗迄榕树叶，榕树哎呀叶咧，沙冰都做伫度。我看卖。哦，哎呦，是可以是上切样的呢，脆鸡。然后是唔过仲少。哦，咁而且拉咧椒，哇，拉佢哋淋掉椒。哦，好咧，下要咧，哦，香菜嘅，係要啊，係叫擺下，香菜嘅，可能功夫喎，唔過。一功夫啊哈，是。你講色香味，有時可能擺嘅色哦，像皮頭梅哦，像香味像雪豆，看人嘅看醬，樣啊呢，知道係你所有嘅客家嘅鄉親、客家嘅朋友，我學嘅地方啊，一定係知道你客家嘅菜，漢無初衷，用嘅擺盤，哦，都要特別做得老。煮好多，係啊，應該要簡單，擺啊，本來啊，柳丁或者是皮，本來是它調體，結果要摸佢來方法，佢切起來，哦，家師傅卡會做嘢出咯，哦，跟你就遠近馳名咧，當然會來排隊，有冇卡食飯？好，然後睇下個介紹一下，也出菜哦。香草脆脆雞做荊棘沙沙醬，香草脆脆雞做荊棘沙沙醬。從頭沿時嘅切幼幼嘅，加幾種沙拉醬、茭碧雲，安尼總之就做好咧。茭碧肉皮剝退後切塊塊，添蒜泥、意式綜合香料、白蘭地，還得麵粉、酥炸粉、水、茭碧雲。雞肉落鑊炸到金黃色，然後擺盤。蛋糕加到嘅荊棘沙沙醬，好食嘅香草脆脆雞就做隻豆爽粥咯。